喺月初舉行嘅中華遊樂會全港網球公開賽，石卓瑩攞到女單冠軍。成為世界嘅第一之前，咁一定要成為我自己香港嘅第一，咁所以喺呢個比賽贏到，咁都可以證明到自己有呢個實力咯。石卓瑩喺4歲開始打網球，只因為當其時父母經常帶家姐去打網球比賽，佢希望一齊參加，令到父母有更多嘅時間同佢相處。我喺一開頭係流好多眼淚嘅，因為我係即係成個月都打空氣嗰啲，就喺度執波咁樣，所以一開頭一啲都唔好玩。我覺得我有少少固執，我對於我認定咗嘅嘢有一種我嘅堅持喺度咯。呢一種堅持試出彩虹，喺小學學界多年橫掃冠軍，及後到外國升學，到大學中途為咗追夢毅然退學。佢哋係反對，佢哋覺得一嚟好冒險啦，二嚟就係覺得我會好辛苦。我唔怕辛苦，我覺得會用辛苦去形容一樣嘢嘅時候，係因為你唔係真正熱愛呢樣嘢。我做緊呢樣嘢係因為我中意，因為我有呢個夢想，我想繼續去堅持，去達到佢。經過多次嘅訓練之後咧，終於開到一球好波啦。其實同 Yandy 都係一樣，由小學開始苦練10幾年之後，終於踏上職業路。5月中正式展開職業生涯，用咗3個月時間就喺 ITF 巡迴賽澳洲提維德甲站打入女單決賽。雖然跟住發揮唔係太過理想啦，咁輸咗，但係輸咗都有輸咗所得到嘅東西。之後第2次打入決賽，雖然再一次屈居亞軍，但感覺到已經有進步，包括學識放鬆。視費達拿為偶像嘅佢，夢想係成為世界頂尖球員，亦都想跟隨師兄黃澤林步伐，為香港網球作出貢獻。香港網球因為佢而都有多咗好多唔同嘅人去關注，即係我唔會想話我成為第2個佢，我會想成為第1個 Yandy， 但係我會想做到好似佢咁樣為之咁有影響。石卓瑩希望出年嘅世界排名打入500內，並且爭取角逐 WTA 巡迴賽嘅機會。